约珥书第3章，上帝要审判万民。恁看，伫遐日，时节会到，我要恢复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繁荣。我要聚集万国，带因落去约沙法山谷，伫遐甲因审判。因为因将我的子民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去列国，佮分我的土地。因抽签分我的子民，用查甫囡仔换妓女，卖查某囡仔买酒啉。泰尼、西顿、菲利斯所有地区的人啊，恁要甲我安怎？要甲我报复是无？恁若甲我报复，我就要随时甲恁报应。恁抢我的金银，夺我贵重的财宝，放入去恁的神庙，佮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卖互希腊人，互因远离乡土。我要催逼因对恁甲因买去的所在倒转来。我要照恁的所做甲恁报应。我要将恁的囝、查某囝卖互犹大人，犹大人会甲因转卖互远远的示巴人。上主安尼宣布，就对万国宣布，准备开战，唤起勇士的斗志，调集全体战士参战，就将恁的犁头拍做刀剑，将恁的镰刀拍做枪。软弱的就讲，我真勇。四围的列国啊，赶紧集合！上主啊，派你的勇士落来，就唤起全国的人，拢上来约沙法山谷。伫遐，我要坐伫审判四围的列国。就举念力啊歌，收歌的时到啦！来，打落去，因为酒困满啦，酒池溢出来啦。因的罪恶灌满，有千千万万的人伫宣判的山谷，因为上主的日要临到审判国，日月无光，星辰暗淡。上帝要赐福伊的子民。上主伫锡安发出亲像狮在吼的声，伫耶路撒冷发出亲像雷在弹的声。天地就大震动。毋过上主要做伊子民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堡垒。迄时，恁就会知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徛起伫锡安我的圣山，耶路撒冷会成做圣城，袂阁互外族人侵犯。伫迄日，大山会滴新酒，小山会流啉。犹大的溪拢有水在流，有水泉会对上主的殿流出来，润泽十殿国。埃及会趴远，移动会变做荒废的旷野，因为因虐待犹大人，伫因的地流无辜的人的血。总是犹大会永远有人徛起，耶路撒冷会存续到万代。早前我毋捌洗清因杀人流血的罪，现在要甲因洗清。上主永远伫锡安徛起。